今日大明帶大家睇嘅呢個別墅咧係屬於單邊位嘅，睇過198萬買埋一個啊！喺成個中山啊嗰種單邊位嘅別墅咧，全新裝修嘅係比較少嘅。咁呢套咧係近排啱放出嚟嘅，業主咧都係秉住好多香港同埋華僑客戶對買別墅一個要求，就係唔想花咁多心機去自己整裝修嘅，就裝修好再攞出嚟賣。咁咧呢個別墅咧值唔值咧，就睇你點諗啦。但係大明覺得咧，睇在佢係單邊位嘅份上，就比之前大明介紹過另一套咧188萬嘅係貴10萬蚊嘅。貴喺邊度咧？貴喺單邊位呢度啊！所有嗰啲別墅咧，啲連排啊，逼喺中間嗰啲咧，咁咧就冇單邊位好嘅，因為單邊位意味住嗰一邊係冇人擋噶嘛，係嘛？咁獨棟咧，其實周圍三面都冇人擋噶嘛，咁咧呢邊就係單邊位咧，只有一面牆係同人哋係黐埋一齊嘅，其他都係冇同人哋黐埋一齊嘅。咁咧佢呢個別墅嘅質素咧，裝修咧都係全新嘅，見到嘛？啊，我哋摸去啲背景牆全部都做好噶啦，啊，以及呢啲沙發。當然佢開得198萬咧，可能喺你哋珠海啊、香港啊，就可能係買一個公寓仔嗰種感覺啦。但係呢度就可以買到個別墅，佢做到咗呢個全屋定製啊，睇下咁嘅風格。如果自己裝咧，可能裝修一套別墅落嚟啊，你到處又要花精力啊，要花錢，可能都要使到70-80萬咁。但係呢套咧198萬開價。帶埋裝修全部係你嘅，咁呢個廳啊都幾舒服下㗎，啊，咁呢個沙發係嘛啊，所以翻嚟呢邊養老度假嘅好多人就將目光瞄準啲4代住宅，但係咧如果4代住宅嘅價錢仲高過呢種別墅嘅話，買個有獨門獨院嘅別墅，又係其中一個方法，係嘛？一種選擇。咁咧，仲有，因為好多人咧，佢都考慮到將來有一日可能唔中意爬上爬落，好攰，一樓盡量要有房間。咁呢度一樓係有個長者房嘅，見到嗎？咁之前咧有好多嗰啲別墅，你一樓有長者房咧係冇有獨立洗手間嘅。咁呢度咧，佢呢個係帶埋一個獨立洗手間嘅，長者房帶埋獨立洗手間係比較方便咁仲有同大家講下佢198萬佢唔係求其咁裝修喎，呢啲全部都用到全屋定製嘅，全屋定製嘅貴，係可以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啦，咁而且佢呢度所有嘅家私家電都係全新配埋嘅啦，沙發啦、電視啦，仲有全屋個空調睇見嗎？以前舊式嘅別墅咧就係用嗰啲掛機嘅，佢而家用嘅係中央空調風管機咁咧就唔會有個突出嘅嗰啲掛字喺度，睇起身就嗰啲就落後噶啦。呢個廚房都好闊下，有邊個中意做菜㗎嘛？買呢種別墅咪好正咯獨立別墅，廚房都夠大所以總結下呢度咧仲有個獨立洗手間所以話長者間嘅獨立洗手間係獨立嘅，呢個咧公共洗手間又係另一個嘅係唔同嘅。咁同大家重申一下2樓咧都係做咗2個房間1個洗手間嘅咁每一個房間望個窗出去咧都係冇乜遮擋嘅，都係比較有綠化嘅。咁3樓就靚咯，3樓係一個獨立嘅套間，加埋一個超大露台。咁咧一般呢個就主人房咯，主人喺呢度有個露台咧，仲可以種花花草草嘛，係嘛？咁198萬，你覺得值唔值咧？如果有對呢種想買啲性價比比較高嘅別墅，預算唔多嘅，就可以同大明過嚟睇咯。仲有好多對比嘅，成個三鄉咧係成個中山別墅、珠海別墅性價比最高一個地方。咁呢期到呢度好，see you。